地方的新闻来看，台中丰原有一间托育中心涉嫌虐待囡仔，虽然有嫌疑的托育人员送柜的时已经死头落落，也毋过社会局是发现讲哦，这间托育中心也有7个托育人员嘛拍算要死头落，会去影响到中心收的35个囡仔。社会局，咱若是有家长就批评讲哦，社会局拢无好好处理这个案件。 丰原这间私立托育中心最近去有家长指控有托育人员涉嫌虐待囡仔，经过台中市社会局调查了后，目前已经知影有14名细汉囡仔受害。不过，即摆又去传出，该托育中心有7名托育人员，唔知影什么原因会伫咧后礼拜5进前离职，包括被害者在内的35名细汉囡仔会受到影响。第一次已经让我们受害，老师已经虐待小朋友了，然后第二次。 又突然说集体离职，然后让我们小朋友没有地方可以去，那我们这些双薪家庭要怎么办？本局立刻启动转介机制，主动通知这2班的家长。那经过盘点呢，丰原区周边的托婴中心跟居家托育的资源，目前有少数托婴中心有名额，我们已经提供家长资讯，由他们自行接洽。 台中市社会局表示，因为托育中心师生照顾比例上济，敢若会使1比5。 会协助转介其他托育中心，不过有几个家长不满，指出社会局敢若提供2间托育中心，互家长家己联络，其中1间敢若剩1个名额，另外1间则是完全无名额，敢若会使排队等待缺额。因为社会局无重视这个案件，嘛无真正协助被害家庭。变相好像是我们自己要想办法的问题，就本来我们是受害者，然后又变成。 我们要自己去解决问题。他们一直觉得这是他们的流程，这是他们的流程。但是现在是小朋友的安危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特殊的。为什么我不能再为我们家长着想一点？这个家长认为，社会局应该更加有同理心来处理这个重大的虐童事件。这7名准备离职的托育人员是什么原因要离职？敢有涉及虐待囡仔？社会局表示，拢会调查厘清。公视新闻台中报道。